你花咗4年讀大學，以為畢業係一道安全門，但喺第一集我已經提及最新嘅經濟學研究警告我哋啦。如果個人畢業之後失業咗超過半年，佢10年之後嘅收入會比同齡嘅人係約低30% 嘅，甚至20年都追唔返嚟。呢個係美國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嘅長期追蹤數據。另外，2025年有一項歐洲青年嘅研究，亦都證實畢業如果喺頭3年仲係停喺冇工可做或者冇技能可以累積嘅情況之下呢，佢哋嘅職涯會留下長達10至25年嘅傷痕。學者稱之為 scarring effect， 職涯疤痕嘅效應。呢個意味住乜嘢呢？畢業係起點，係開始被世界去評核嘅。你嘅職涯起步期係點樣度過？你係等工作，抑或係喺度製造工作啦？你係用 AI 或者係被 AI 取代啦？都會決定10年之後你企喺咩位置。如果你淨係企喺職涯起步嘅位置，唔確定應該係加速轉向，抑或係先站穩呢？咁呢一集會陪你將你條路睇得更加清楚。職涯嘅起步期點解係3年呢？呢3年點樣決定你未來嘅10年呢？數據嘅震撼係因為佢揭露咗一個現實，人生最怕就係持續走錯軌道。職涯起步期嘅3年係你第一次喺社會上被賦予價值嘅時刻。你接受嘅係邊一種嘅工作呢？你會被當作係可以被訓練嘅人啦，抑或係即刻可以投入製造價值嘅呢？你係用 AI 解決問題，抑或係被 AI 取代工作呢？你嘅答案會喺3年裏邊固定落嚟，然後放大成為10年甚至50年嘅生活形態。呢3年點解咁特別呢？因為佢同時決定咗你嘅定位，你係只會執行指令嘅人，抑或係設計系統嘅人呢？你嘅技能路徑，你係喺度做 AI 做唔到嘅嘢啊，抑或係 AI 做得更加快嘅工作呢？你嘅學習曲線係點啊？你喺度壓縮緊未來，抑或喺度消耗緊未來呢？你嘅收入軌跡呢？經驗係複式咁樣可以增加嘅利益嚟嘅，錯誤嘅方向亦都係複式。有人喺3年裏邊主動學 AI， 做一啲 side project， 累積 portfolio， 咁3年之後呢，就變咗 AI integrated 嘅人才。有人選擇先休息睇清楚，等下機會，3年後就發現自己被 AI 超越咗，被市場遺忘咗啦。呢個係結構，因為 AI 唔會等你準備好，市場亦都唔會為你暫停3年嘅。0至3年嘅職場戰略喺呢3年決定咗你係被 AI 取代，抑或係成為 AI 時代嘅稀有人才。第1年先就業，先至談理想。目標係可僱用，而唔係一啲完美嘅工作。畢業後嘅第1年最重要嘅就係唔好跌出嗰條軌道，哪怕嗰份工薪水唔係好高，或者職級係好普通，只要佢能夠讓你接觸到真實嘅商業流程，學到技能，就比喺屋企坐喺度等更加有價值啦。經濟學嘅研究已經證明，長時間失業比接受一份普通嘅工作係更具破壞力嘅。喺呢1年，你唔能夠只係好機械咁去返工，你必須開始將 AI 當為工具。如果你讀商科嘅，可以用 ChatGPT 去分析市場同埋寫方案；讀設計可以用下 Midjourney 嚟做概念嘅草圖；讀工程就用 GitHub Copilot 減少重複寫 code 嘅時間。真正嘅關鍵係你知唔知道點樣成為 AI 嘅監督者，懂得判斷、修正、提升 AI 產出嘅質量，而唔係被動咁去作為一個使用者呢？同時，你開始要建立第一個嘅作品集嘅 portfolio， 無論係一啲報告、UX 設計圖、簡單嘅研究項目、網站、觀察文章，甚至用 AI 完成之後再優化嘅一啲內容，都比你呢1年有一個空白嚟得更加強大。因為 AI 嘅時代咧，證明能力嘅方式已經係從一個履歷變為係你做過啲咩嘅實際證據啦。第2年，打造你嘅 T 型能力，一專多能先至係真正嘅競爭力。當你生存落嚟，第2個階段呢，就係進入咗成長同埋定位期。喺呢1年，你需要嘅係開始為自己做成一個 T 型嘅能力。喺呢個第5集，我哋已經講過。
如果未睇嘅話呢，希望你唔好錯過啦。個 T 字垂直嗰棟呢，就係你嘅專業深度，例如你係主修心理學、工程、會計或者設計、法律等等。而橫向嗰一筆呢，就係等於 AI、數據、表達、跨學科嘅整合能力等等。呢個係一個具體嘅行動嚟噶，你可以學下 Python 啦、SQL、Tableau、AI Ethics、UX、Data Visualization， 亦都可以參與 Kaggle、研究助理、Hackathon、實驗室，甚至你可以喺 LinkedIn、Medium、IG、GitHub、Behance 喺呢啲平台上面公開你學習嘅歷程同埋觀點，讓世界睇到你嘅思考方式。更重要係呢個階段，你需要一個比你強嘅人或者群體，即係一個 mentor， 可以刺激到你進步嘅教授、業界嘅師兄師姐、創作嘅社群、一個研究團隊。因為冇人能夠孤軍作戰咁樣成為天然嘅人才，只係有借力先至能夠成長得更快嘅。第3年，成為一個不可被替代嘅人。進入第3年係真正嘅分叉點開始啦。喺呢個階段，能力已經唔係重點，係你能否創造影響力先至係市場睇住你嘅焦點。你必須開始唔只係完成任務，而係主導一個小型嘅項目或者解決方案，例如將 AI 導入公司嘅流程，設計一套自動化嘅報告流程，或者做出一個可以展示嘅研究成果。學會跨領域嘅融合，讓你嘅專業同 AI 其他嘅領域結合，例如心理學加 AI 做 UX 研究，法律加 AI 做科技監管，生物加機器嘅學習做 AI 藥物嘅開發。你可以開始思考真正嘅人生選項，繼續工作去讀 Master， 抑或創業呢？但係呢一次嘅決策係基於你手上面已經掌握咗一啲現實嘅數據同埋經驗，你累積咗啲乜嘢呢？缺乏啲乜嘢？市場喺邊度？你仲要需要建立一個清晰嘅 signal， 一個識別嘅信號。一場 TED 嘅演講，一份公開嘅研究，一個網站 portfolio， 一次國際競賽嘅獲獎，甚至係一篇被分享上萬次嘅專業文章。呢啲嘅標誌將會讓你喺 AI 時代被睇見、被信任。所以頭3年呢，就係為咗證實我唔係嚟俾 AI 取代嘅，我係讓 AI 幫我放大價值嘅人。跟住落嚟嘅內容就會開始理解點樣去行動啦。如果你正處於職涯嘅起步期，咁呢一段值得你慢慢細味。如果你而家好迷茫甚至失業，咁你就需要 MVP 生存路線，即係 Minimum Viable Path。唔係每一個人畢業咧都會立即揾到方向嘅，有啲人記咗成100以上嘅履歷都冇回音，有啲人做住一啲佢唔中意嘅工作，但係又唔可以離開，亦都有人將1年浪費喺等機會嗰度。如果你正係處於呢個狀態呢，就要記住啦，迷惘或者探索唔係失敗，停滯先至係。呢個時候你需要一條 Minimum Viable Path， 最低可行嘅路徑。低成本、風險少，但係能夠令你重新翻到去軌道嘅。呢一條嘅 MVP 路線呢，有4個步驟。第一，選一個迷你型嘅專業領域，一個 mini domain， 唔好諗住投放精力喺全世界嘅嘢度啦。唔好話我對 marketing、心理學、教育科技都有興趣，咁樣係缺乏焦點嘅，好難建立起具體嘅行動方案。你要鎖自己入一個夠細夠具體嘅領域，例如 AI in marketing， 即係 AI 行銷內容自動化同埋數據 ，Neuro 加 coding， 即係話心理學同埋 Python 做行為分析 ，Law 加 AI ethics， 即係 AI 政策同埋科技法規 ，Design for UX 加埋 AI tools， 即係話用 AI 加速設計流程同埋用戶研究。呢啲領域要具備3個條件。你有興趣 AI 可以滲入，同埋你喺3個月之內能夠做出一啲作品。第2個步驟，用8至到12個禮拜建立一個技能加作品嘅雛形，而唔係再無止境咁學習，俾自己一個期限啦，而唔係無限自學。8至12個禮拜就夠啦。結構係咁噶，
頭嗰2個禮拜就係補技能，例如 Python 加 SQL 加 Figma、Midjourney、市場數據爬蟲或者 ChatGPT Prompt。中間4至6個禮拜呢，就算一個真實嘅問題，做一個小型嘅專案，可以假上一啲客戶、實際公司嘅數據或者非牟利組織嘅協助等等。到最後嗰2個星期呢，就將結果製成一個報告，一個 deliverable 啦，可以係 Notion 嘅網頁啦、網站作品集、GitHub、Behance 或者 Substack。呢個階段唔需要追求完美，而係要做到被看見、可展示。第3個步驟呢，就係將成果公開，而唔係淨係埋藏喺你自己嘅電腦裏邊一個資料夾。市場唔會因為你努力學習呢而回應你嘅，佢只係會因為你能夠做出一啲嘢而注視你，所以應該勇敢咁樣將佢公開，擺喺 GitHub 嗰度啦，例如一啲程式數據分析或者模型，喺 Substack、Medium 或者 LinkedIn 嗰度寫分析、觀察、技術筆記，喺 Behance 或者個人網頁放你嘅設計、UX 流程或者行銷嘅企劃，或者直接寄俾實習嘅主管、教授、NGO， 話俾佢哋聽，我為你做咗一個 demo， 你願唔願意睇下？呢個咁樣做嘅目的只有一個，就係讓世界睇到你正係成為一個點樣嘅人，而唔係你仍然缺少啲乜嘢。第4個步驟就係帶住作品去申請，而唔係只係講話我會學㗎。求職嘅市場其實好簡單 ，Show me what you can do, not just what you say you're willing to do。所以唔再只係一個履歷加 cover letter， 而係我為某一個品牌做嘅 AI 行銷數據分析 demo。呢個係我用 Python 分析神經科學研究數據嘅可以視化嘅專案，或者呢個係我為非盈利機構設計嘅網站 UI 裏邊包含 AI 自動生成嘅內容流程。當你從一個尋求機會嘅人變為一個帶住好多價值可以俾人嘅，你對話嘅態度同埋結果呢就會完全唔一樣噶啦。先做再諗，先證明自己有能力，然之後再要求世界俾一個位置你。喺 AI 時代，唔係講邊個累積學歷，而係邊個能夠最早開始輸出價值同埋展示技能。最致命嘅陷阱唔係 AI， 係你等待、逃避同埋停滯。喺 AI 時代，真正嘅可怕係人用一啲好古老嘅方法、舊嘅心態去面對一個新嘅世界。好多職涯嘅起步期嘅人都係輸喺一啲看似合理，但係極具殺傷力嘅決定。以下嘅每一個陷阱都係我喺學生、家長，甚至喺年輕嘅在職人士呢不斷睇到嘅模式。避開佢哋，你就已經比 80% 嘅人走得快啦。Trap 1， 等待理想工作，咩都唔做。好多人話我唔要亂咁嚟噶，我要等一份真正適合我嘅工作。聽起嚟好似好有原則，但係喺 AI 時代好殘酷嘅地方就係話 AI 進化嘅速度比你更新履歷嘅速度更加快。你可以等待，但 AI 唔會等你，市場亦都唔會。你以為自己喺度保持純正未使用，但係現實之中履歷嗰年呢就空白咗。呢個對於僱主嚟講呢就係明顯嘅信號，佢哋或者會認為呢個人冇被市場需要過嘅。正確嘅做法唔係隨便工作，而係選一份可以學到嘢、可以產生作品同埋可以接觸到真實問題嘅工作或者專案，即使人工唔高，但係比等待更加接近未來。Trap 2就係將 Master 當為逃生門，而唔係升級嘅裝備。揾唔到工作，於是讀 Master 啦，已經成為好多亞洲人嘅標準思維。但喺今日呢條路其實係非常危險嘅，因為如果一個學位唔能夠讓你從消費知識嘅人變為創造價值嘅人呢，咁嗰個只係幾十萬嘅延長焦慮啫。高昂學費加冇技能嘅轉型呢，再加埋冇 portfolio， 就係其實延遲失業。真正值得讀嘅 Master 唔係一啲名氣大，而係 AI 結合嘅專業，有實習、有產業合作同埋有funding嘅學位。想讀之前呢，問自己一啲問題：第一，佢會唔會令我更加稀缺，抑或令我更加普通呢？第二，呢個 Master Degree 係咪能夠讓我創造價值，抑或只係得到一啲學歷呢？第三，我係逃避現實，定係為咗升級作戰呢？
第四，有冇渠道可以喺網上獲得同樣嘅自學方法呢？例如通過 Coursera 或者啲大學嘅 microcredit 呢？ Trap 3，因為 AI 好強，所以咩都做唔到啦。反正 AI 都會做，呢句話睇嚟好似好清醒，其實係最懶惰嘅一種悲觀。AI 的確可以幫你寫 code、寫文案、設計 logo、生成報告，但係佢取代嘅只係停留喺原地，唔願意提升嗰啲人。嗰啲識得 AI 嘅人呢，佢唔會被 AI 取代，而係會用 AI 取代更加多嘅人。問題係，當 AI 進步嘅時候，我有冇一齊進步呢？ Trap 4，留喺一份唔成長嘅工作，以為穩定等於安全，呢個係最危險，亦都係最常見嘅陷阱。你有收入，但係冇進步，你日日都搞到自己好忙，但係1年後只有工作嘅年齡，冇能力。咁樣嘅工作本質係催化咗慢性失業，即係你以為自己喺職場，但係市場有一日咧唔再需要你。一份工作值唔值得你留低？可以問以下3個問題：你有冇喺度解決比舊年更加難嘅問題呢？你用 AI 嘅方式有冇比半年前更加成熟啊？如果你離開咗呢份工作之後，會唔會帶走一啲能力或者作品呢？如果你嘅答案係冇嘅話呢，咁就應該係起步轉身嘅時候啦。等待、逃避、停滯先至係摧毀你職涯嘅原因。所以好多人以為安全係避免失敗嘅風險，但係真正嘅安全其實係來自持續進化。從你學會 AI 到懂得去指揮 AI 改進佢，甚至創造一啲 AI 冇辦法取代嘅價值。AI 時代嘅價值公式。喺 AI 時代決定你嘅價值呢，係你能夠有幾快將 AI 加埋思考能力，再加上行動力嚟到結合起嚟，變成真正有用嘅成果。市場會問你能唔能夠用 AI 解決問題呢？你能唔能夠將啲 idea 轉成作品？你能唔能夠負責任去推動一啲事情嘅發生呢？講到呢度，我亦想提你，如果你缺乏判斷力，冇辦法同人合作，遇到問題淨係等待指令，咁 AI 只會讓呢啲弱點更加明顯。但係如果你具備思辨能力，能夠清晰表達，願意承擔責任，咁同樣呢就會讓你嘅能力被快速嘅放大啦。所以未來最安全嘅人呢，就係懂得用 AI 放大價值嘅人。真正競爭力就係技術喺手，腦袋依然運作，個心依然係清醒同埋真實嘅。你可能會問，如果我而家先開始，會唔會太遲啊？當然，永遠都唔會係太遲開始，只係太容易放棄啫。你下一步需要比琴日更加清楚嘅方向，比其他人提早一啲嘅開始行動。可能係做第一個嘅作品集，學會第一套嘅 AI 工具，寫出第一篇有洞察嘅文章，主動發第一封 email 去詢問實習嘅機會。呢一啲嘅小進展都會改變你被世界睇到嘅方式。希望呢一集 Coach 幫你將接下落嚟幾年嘅方向諗清楚。呢個系列嘅 Roadmap 自助工具會喺稍後公布免費獲取嘅方式，唔係一個答案嘅清單，而係一個讓你反覆校準自己嘅行動地圖。未來10年就喺你而家呢3年內慢慢咁去形成。我係 Coach，下次見。